看过中部的消息，来看南部台南一个环保局姓黄的清洁队员，107年，也就是4年前上班的时跋倒，人做昏去，送医急救有开脑。 急救治疗后，转到护理之家接受照护。伊当时会使甲人正常咧讲话，不过后来呢，身体就愈来愈歹，体重为75公斤，瘦到剩29公斤。这入去病院有几啊摆，身躯有真侪空喙，最后伫去年不幸煞过身。死者无温杯火化，到目前为止已经8个月啊，遗体还伫冰柜内底。家属控诉这个护理之家有照护的疏失，不过护理之家无回应。这个案件由检方伫调查。 几啊张相片当中，笑甲真欢喜的亲人已经无法度搁转来，伊的遗体还倒伫冰柜内底，无法度火化。他就是没云杯，你怎么下葬？台南一位黄先生是环保局清洁队员，107年3月做工课时跋倒昏迷，送病院急救，诊断是急性倒病硬脑膜会出血，赶紧开脑手术，就转往护理之家照护。啊，你有考无？好啊，无安怎啊？ 拄大入去的是黄先生，阁会使甲人正常讲话，体重有75公斤，毋过想袂到愈大，身体愈歹，体重落到敢若剩29公斤。刚进去的时候都没有任何的生病的记录了。 陆续出现肺炎、腰子衰竭等等的疾病，去病院几啊摆，而且身体有真侪所在拢有空喙。上尾也伫去年不幸过身，互家属质疑护理之家照护有疏失，对死因有意见。包括死亡证明书也都是错，只是一个单纯的术后复健，要进去做疗养。那怎么会照顾成一个鉴定报告说他是已经都变成植物人了？ 针对这件代志，护理之家无回应，病院嘛表示已经近日司法定书交予司法处理。家属上大愿望，就是希望司法会使还予死者，各有家属一个公道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